创业要咧积极性，一直想要事业做好，嘛要来照顾员工，毋过有时阵投资的策略若唔对啦都我投资迄个能源机关，能源机关是较高科技的产业，毋过足紧就去互 LED 取代。当初是有捌发生这个情形啦因为我真疼惜员工。 会使生员工的时阵，我拢连裁员甲一个都无。毋过当我失败的时阵员工去甲我我每一天咧上班的时阵，拍开着我的电脑，想着我的员工，目屎就流。一拍开电脑上班，员工对我真无情，目屎水滴，就是咱的荧幕随无去。 逐工都安尼，可能唔若扣6个月我甲你偷偷讲，我即摆足爽快人生上爽快的时阵是足侪人来遮看film足侪人都讲，这唔知啥人哪会遮敖啦，哪种花种甲遮水来互看啦，迄个人实在足甘心的呢咱伫边仔行唔知，暗爽就好。